下课而紧握我们的小羊羔，已经走出了一个大圈，看能否掉入对方的框中呢？这时候真的是可以说是考验我们的臂力的时候。好的，已经多起，还差一点，再一次，但是由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去阻挡的过程。好的，我们现在是队友帮忙分摊这个余力的时候到了，但是这时候我们的小羊羔现在不慎落地，现在是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旗手再次回手去拿到我们的小羊羔。7号选手快马加鞭，想办法想要将这个小羊羔投到对方的这个敌框当中，但是能否获胜呢？好的，现在两组可以说是争先恐后的想要把这个小羊羔去带到自己的队员当中，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大家都是在抓着我们的羊腿四肢相互拉扯，但是现在目前看到的情况好像每一半都能占到一个票数。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和好的，我们不知道现在是7号选手还差一点。好的，乌兹别克现在是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8号向前冲刺，是加克希勒克，加油！就差一点一个托举，其实还是差一点，还是碰到了我们的篮筐。如果能够再往上托举一点，也许这个还是真的可以能进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是将小羊羔相互去传递，也是分摊一部分的这个手臂的力度。好的，现在我们看到小羊羔是不慎落地哈。我们现在看双方队伍是否能够。现在我们看到的是7号选手，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库尔曼别克，正在向我们的对方的框中走去。但是我们旁边有一个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正在争夺我们的小羊羔过程当中。但是这时候是真的很需要我们的队员去配合。一方面是阻挡，另一方面也是在守住规则的前提下，能够抢到我们的小羊羔。好的，现在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是2位7号，现在是我们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的7号手中有我们的小羊羔。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看到现场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比赛的过程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由裁判会给我们指出重新这个规划。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2号，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热亚提，手中现在拾起了我们的小羊羔，准备冲向对方。那么有4号保驾护航，现在是快马加鞭。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羊羔是在我们的2号手中，2号热亚提。好的，还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现在是双方2队还是在这个激烈的撕扯过程当中，所以说我们的羊其实在谁手上，其实更大的是能够去捡到羊，能够去走到我们的终点，这是一个非常这个激烈的过程。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身着白色队服，红色队服为哈萨克斯坦代表队，双方正在是派出自己的这个队友，正在进行这个小羊羔的争夺当中。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7号佩热穆拜，拿着我们的小羊羔，准备一个投篮，但是我们的周围还是由我们的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去阻挡和阻拦。好的，现在小羊羔在我们的2号，2号是我们的热亚体。为了能够去阻挡我们的对方的这个阻拦，其实还是需要去一些战术性的这个躲闪，包括我们的小羊羔的托举的整个力度，其实都是有相应的一个要求。
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我们现在继续看到我们的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正在冲向我们的对方的框中。现在我们手抓这个小羊羔的是来自我们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8号加克希勒克。好的，就差一点，但是还是从我们的这个框中还是有脱落的情况。现在我们场上的比分呢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是目前是0，那么我们哈萨克斯坦代表队更胜一筹，获得1分。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双方正在我们的小羊羔旁边准备进行下一轮的这个比拼。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小羊羔在我们的哈萨克斯坦代表队7号佩热穆拜手中，是否能够直接丢入到我们对方的框中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最后的冲刺，5号一个转弯，就差一点还是丢下去了。这个甩的其实还是需要再去，可能还需要一个力度。现在我们双方2组正在争夺我们的小羊羔。现在是3号。还有我们的哈萨克斯坦代表队的1号，大家可以看到啊，场上双方队伍争抢得非常激烈啊。现在身穿红色毫布的是这个哈萨克斯坦队，白色彩衣的是咱们乌兹别克斯坦队啊。因为国外的雕羊规则和咱们国内的有所区别。但是呢，明显可以看到场上2支队伍的对抗非常激烈。啊，现在是哈萨克斯坦队的1号拿羊。啊，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明显对抗的这个程度非常激烈啊。现在由哈萨克斯坦队发起进攻。哎呀，太可惜了，就差一点点。啊，继续发起进攻，拉扯一下啊，寻找合适的机会，再一次发起进攻。
现在是湖族迪 X 弹3号队员拿样啊，可能是犯规。